FIRE 年輕退休不是夢。你有冇諗過40歲就退休，自由揀自己嘅生活？呢個就係 FIRE 財務獨立、提早退休運動嘅核心理念。提早退休嘅關鍵就係極致儲蓄加高效投資。FIRE 就會透過慳開支，儲落超過50%嘅收入，然後將資金投放喺可以持續增值嘅資產，例如指數基金或者高息投資。等資產好似滾雪球咁一路增長。以比較常用嘅投資工具為例，儲蓄險可以做風險管理，同時又可以令資金長期穩定增長。年金就可以確保退休之後有被動收入。基金同股票就可以按風險承受能力靈活配置，捉住市場機會，提高回報。根據4%法則，當你嘅累積資產達到全年開支嘅25倍，就可以產生穩定現金流，真正實現財務自由。退休並唔等於唔做嘢，而係俾你有選擇權去做自己真正中意嘅事。你都想做FIRE一族嗎？歡迎隨時交流，了解更多實現財務自由嘅工具同方法。